欢喜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的董事厝有一个种乌豆仔的专家谢明川，伊种豆仔超过1甲子咯。10年前来成立着杂粮产销班，教农民种豆仔，而且来开发着各种乌豆仔产品，要互更较侪人知影董事厝有一个乌豆仔。 董事厝专门种乌豆仔的专家谢明川，因为自细汉就伫种杂粮的家庭大汉，对种豆仔有真丰富的经验。因为10年前政府开始鼓励外发休耕，伊才来做杂粮产销班。即马是云林县内种作面积上大，嘛是上专业的乌豆仔熬人。 奖励农友种杂粮，可以机器采收，也可以机器播种。有一个组织成立，因变做有一个互相研究的机会，会当提升伊的品质，佮提升伊的产量。乌豆是属于唔免灌溉，嘛会使种的作物。东西乡的土壤佮有天气，真适合伊生长。伊对乌豆的品质嘛真要求，所以真认真辅导班内农民安全照顾，而且嘛协助申请产销履历。 这么多年来，拢坚持用日头来拍豆仔，对每一粒豆仔的品质拢真严格来把关。渐进式的干燥，它的口感、它的香气特别好。除了种豆仔以外，谢明川为了提升乌豆的价值，嘛真积极家己来做研发，和无共单位来合作开发二级产品，嘛希望互更侪人知影董事厝有一个乌豆。